早前 JUPAS 放榜，我喺網上面睇到呢幾個 post， 27分都冇3大 offer， 分數過 upper quad 都入唔到嗰科。水泡科個分已經升到唔再係水泡科，入學分數只會一路飆升。唔想 no offer 嘅，而家發力都未遲。要打贏呢場仗，其實策略不外乎一個：想攞4嘅 A5， 想攞5星嘅 A5星星，想攞5星星嘅 A 滿分。就算你唔小心跌翻落嚟，都可以完成夢想。喺2026 DSE， 我哋呢班有名有姓嘅真門生橫掃近150粒星，到底點解咁多攞星嘅師兄師姐都會選擇我哋呢？第一，我哋專攻學校教漏你嘅5星星知識，例如隱藏考點、MC 神技、計數機玩法、致命伏位、future question 等等。過去幾屆 DSE， 我哋更加係全港貼中得最多 DSE 新題型，全部都有片為證，前瞻性全港首屈一指。第二，專出5星星嘅地獄操數配套，除咗40年 past paper 同每期極限操卷環節，課後更加有我哋AIM星學生最愛嘅5星星無限操數王，全港獨家，幫你將過萬條名校試題用 by topic 形式分類。我哋學生唔操垃圾題目，保證題題高質。第三 ，WhatsApp 拍片複數。平時喺屋企想問書，我哋好多時甚至會拍一條幾分鐘影片去回覆你嘅數學問題，保證100% 掃清你嘅學習盲點。我哋往年課程都係極速爆滿，好多同學甚至係誇張到一次過霸晒9至10期嘅學位。如果你都唔想俾身邊同學靜雞雞超越嘅話，歡迎立即去附近嘅連結加入我哋5星星數學課，期待同你贏足全年。